有吧。而家你馬上撥通呢個電話，我哋都有專家做恭候回答各位朋友所提出嘅一切嘅疑難問題。你過來之前，由於預約電話，你到咗江門汽車站之後，你就出門口外面乘坐5蚊雞的士，到西區右角，一落咗車行過老手斜對面，有間農業銀行隔離係我哋江門市龍頭鏈以後西區生殖泌尿系統疾病防治中心啦。如果係婦科炎症嘅，就一定要上到2樓泌尿科先揾到陳醫生，然後到有婦科醫生幫你檢查。各位朋友，下面我就同大家傾一傾有關我哋男人個前列腺。講到前列腺，係我哋男人特有一種生殖器個性傳。我哋男人係有前列腺，女人係有子宮、卵子。我哋男人呢係有前列腺，係有丁字。男女之間個生殖器係有區別嘅，所以話前列腺係我哋男人特有生殖器個性傳。佢緊緊懷抱着喺我哋男人個膀胱下面，因為我哋男人呢個輸精管同埋呢個尿道管係交匯體啦。呢個前列腺裏面佢個形狀大小，但好似我哋平時食個嗰啲大小一樣。由於佢緊緊懷抱着我哋個尿道同埋我哋個輸精管，但好似我哋個衛兵排喺我哋膀胱嘅前面，咁我哋醫學界上特別起咗一個名，就叫做前列腺。所以講到前列腺係咁樣得嚟嘅。由於前列腺嘅位置比較特殊，咁佢喺佢個膀胱頸部同埋我哋尿道之間呢個前列腺中間個穿過，呢個前列腺如果有燈箱發明個情況底下，咁我哋個膀胱腎臟就會受到牽連。所以話呢個尿道燈箱越厚，受到腎臟牽連越厚，咁個喺排尿方面呢，佢就會出現困難。咁如果排尿出現困難嘅話，佢就會導致膀胱個斷尿能力，同埋我哋腎臟個排泄功能失調，佢就會導致我哋個膀胱結石，同埋腎結石，同埋腎個溺水，腎個功能衰竭，到最後呢就發展成為尿毒症。由於我哋嗰隻前列腺呢個部位結構係比較特殊嘅，一個係我哋男人性敏感個部位，又係我哋男人性高潮快感嘅一個性個最主要器官嚟嘅。如果前列腺收縮得好嘅話，咁我哋男人喺性呢方面就可以如魚得水，喺性呢方面就可以達到興奮到個對高潮。如果收縮得冇力嘅話，性個功能就會減退，佢就會出現頭暈、眼花、失眠多夢，仲有性慾減退。所以話前列腺個作用係相當大嘅。正由於呢個前列腺液係一個保護我哋男人性命個體系，裏面個前列腺液係殺菌能力最強嘅，免疫功能最高嘅比較好嘅一個保護個屏障。最高嘅比較好嘅一個保護個屏障。所以話前列腺係炎，係我哋男人一個重要個器官嚟嘅。